一齊拯救呢個地球，將你推離太陽系，神推地球，大人前。也没有很困扰啦，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就好啦，对啊，就不会去想太多，对啊。那他3月就会回来了，对。全民性运动会更高、更快、更远。请问是江宏杰。蓝队沈佳宜跟球队加持数最帅最美的领队钱维军跟江宏杰。台上的尖叫声不够大。我觉得简姐，因为你知道第一季我对你的想法就是你是一个大前辈，所以我就把第一季的总冠军让给你了。黑化的小杰，学坏了。我还没讲完，那这一季我就不会把你是前辈这个想法放在我心中，然后我们就走着瞧。很遗憾，老婆没办法帮我庆生。我觉得，应该是说，每个人就是我现在的责任就是把球带队带好嘛，对啊。那庆生这部分当然是有空的时候再一起做就好了，不会当下说很遗憾，对啊。谁？小爱要看节目组怎么去安排了，对啊。也没有很困扰啦，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就好啦，对啊，就不会去想太多，对啊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会一起讨论啊，因为小孩以后也要面临要读幼稚园的问题嘛，那我们可能就是在讨论说哪边的学习跟环境会比较适合他们，再做决定这样。其实现在他回日本是因为那个东京奥运嘛，那本来的规划就是去年的时候他就应该这个时候就在日本啦，对，所以就是一直没有想，对啊。没有，他3月就会回来了，对。现阶段还是以大家的工作为主啦，对啊，那各自方向真的是很努力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当球员一样嘛，对啊，就是各自方向努力，那就变成我们的共同的一个目标了，对啊。小孩当然会想妈妈，对啊，就是每天都会视讯，然后很开心这样。